贝塔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要做那种全身的麻醉手术的话，一定要禁食8小时。那医美的舒眠手术也算吗？都算啊。重点是在于说，你如果没有乖乖去禁食的话，有可能因此窒息。然后拜拜了。其实你在局部麻醉的时候，你全身的肌肉会放松，所以就像你的胃啊跟食道那一个的阀门也是肌肉在控制。你如果没有进食，结果食物跑出来了，就直接往回移到食道，那你有可能就会因此而有窒息的风险。那如果说紧急手术的话要怎么办？有紧急手术的时候，当然会有一些其他处置啊，不然不可能说不做手术。所以有时候医师他就会可能用所谓鼻胃管啊，或者是插管，然后把食道跟气管去做阻隔。这个主要是还是要看医师怎么处置。但如果说是你已经可以去做控制，要乖乖进食，不要想说好像没什么事情，那我就没关系照吃，然后再去做检查，有很高的风险会有出问题的状况。这样，那我下个月的医美手术还是乖乖进食好了，为了你的生命安全啊。